第4章，正向嗌交俱樂部，建設性衝突嘅心理學。身為大家庭入邊最細嘅兩個仔，主教嘅兩個仔做咩嘢都係一齊嘅。佢哋一齊出報紙，整自己嘅印刷機。佢哋一齊開咗間單車鋪，跟住開始生產自己嘅單車。經過多年辛苦解決一個睇落冇可能解決到嘅問題，佢哋一齊發明咗第一架成功嘅飛機。威爾伯同奧維爾台萊特喺老豆第一次帶返屋企個玩具直升機之後，就對飛行上晒癮。嗰個玩具壞咗，佢哋就自己整咗架直升機出嚟。由細一齊玩，一齊做嘢，到一齊重新諗人類點樣飛。兩兄弟之間從來冇出現過乜嘢兄弟間嘅競爭。威爾伯仲話佢哋一齊諗嘢，就算係威爾伯諗出呢個計劃，兩兄弟都係平分功勞，就連決定邊個喺基蒂霍克做歷史性飛行，佢哋都只係用擲毫子嚟決定。新嘅思考方式通常由舊有嘅連結度浮現出嚟。蒂拿菲同艾米台波勒嘅默契可以追溯到佢哋20歲嗰陣喺即興表演班上一拍即合。披頭四對音樂嘅默契仲早，由中學時期就開始。喺一個共同朋友介紹之下，唔使幾分鐘，保羅海默卡尼就教約翰南龍點樣校吉他音。Ben Jerry 雪糕嘅起源就係兩位創辦人7年級一齊上體育堂時建立嘅友誼。睇嚟要一齊進步，我哋需要能夠同步，但係無論去邊度，事實都係複雜啲。澳洲嘅組織心理學家海倫台艾蒂傑恩係世界頂尖嘅衝突專家。諗起衝突，你可能會諗到艾蒂講嘅人際衝突，即係話個人同感情方面嘅碰撞，唔單止有摩擦，仲有敵意。例如我憎死你，我會用簡單嘅字眼，等你一定明，你個瑤豬面嘅小丑。你喺廁所度咬蘋果，仲要覺得好正。不過艾蒂發現咗另一種風格，叫任務衝突，即係話關於諗法同意見嘅碰撞。當我哋爭論請邊個去邊間餐廳食飯，或者個仔女改名叫葛楚定夸薩嗰陣，就會出現任務衝突。問題係呢兩種衝突會帶嚟唔同嘅後果。幾年前我研究過矽谷幾百個新團隊喺合作頭6個月發生嘅衝突，就算成日嗌交，乜嘢共識都冇，佢哋都好清楚自己係邊種衝突。當佢哋嘅計劃完咗，我叫佢哋嘅經理評估每個團隊嘅效率。表現差嘅團隊一開始人際衝突多過任務衝突，佢哋好早就開始私人恩怨，專注喺唔中意對方，搞到佢哋唔敢挑戰對方。好多團隊要幾個月後先可以喺人際問題上有進展，等到佢哋開始討論重大決策嗰陣，通常已經太遲改變方向。表現好嘅團隊又點呢？正如你可能估到，佢哋一開始人際衝突少，而且成個過程都保持咁樣冇阻止佢哋一開始就有任務衝突。佢哋毫不猶豫咁表達唔同觀點，解決咗某啲分歧之後，佢哋可以保持同一個方向執行任務，直到有新嘅議題要討論。總括嚟講，有過百項研究分析咗超過8000個團隊嘅衝突模式。呢啲研究嘅整合分析顯示，人際衝突通常對表現唔好，但係某啲任務衝突反而有益。人哋將佢同更高創意同更聰明嘅選擇聯繫埋一齊。例如，證據顯示當團隊早期經歷中等任務衝突嗰陣，中國嘅科技公司會產生更多創意諗法，荷蘭嘅快遞公司會帶嚟更多革新，美國嘅醫院會做出更好決策。正如某個研究團隊嘅結論，冇衝突唔等於和諧，而係漠不關心。人際衝突喺某程度上具破壞性，因為佢阻礙重新思考。當衝突涉及個人同情緒，我哋會變成宣揚自己觀點又自以為係嘅傳教士，對另一方心懷惡意嘅檢察官，或者一心排除非我方意見嘅政客。當任務衝突帶嚟唔同諗法，阻止我哋陷入過度自信嘅循環時，佢可以係建設性嘅。佢幫我哋保持謙卑，呈現疑慮，同埋令我哋對自己錯過咗乜感到好奇。咁樣可以引導我哋重新思考，令我哋更接近事實，而唔破壞人際關係。雖然有效爭論係重要嘅人生技能，但我哋好多人從來冇培養到呢種能力。
問題好早就開始，父母閂埋門嗌交，經衝突會令仔女焦慮，或者對佢哋人格造成傷害。但係研究顯示，父母有幾常嗌交唔會影響仔女嘅學業、社交或者情緒發展。重點係父母嗌交嘅態度有幾友善，而唔係有幾頻密。如果父母嘅衝突係建設性嘅，仔女喺小學階段情緒會比較有安全感，而且之後幾年會表現得更樂於助人同更有同理心。識得好好嗌交，唔單止令我哋更文明，仲可以培養創意。喺一項經典研究入面，高創意嘅建築師比技術純熟但創意較弱嘅同儕更有可能嚟自成日有摩擦嘅家庭。佢哋通常喺緊張但安全嘅家庭長大，正如心理學家羅伯特台亞伯特所講，長大後有創意嘅人係嚟自一個絕對唔和諧，而係帶住動盪嘅家庭。父母冇展示肢體或者言語暴力，但係佢哋亦唔怕衝突。佢哋唔會叫仔女乖乖聽話，少出聲，而係鼓勵佢哋為自己企出嚟。仔女學識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呢個就係威爾伯同奧維爾萊特嘅情況。當萊特兄弟話佢哋一齊諗嘢，佢哋真正意思係佢哋一齊奮鬥。嗌交係家庭生活嘅日常。雖然佢哋老豆係當地教堂嘅主教，但係佢嘅藏書包括無神論者嘅著作，而且鼓勵細路去閱讀同討論內容。佢哋培養出勇氣去捍衛自己嘅諗法，同埋輸咗場交都唔會失去決心嘅韌力。當佢哋解決問題嗰陣，佢哋嘅爭論唔單止持續幾個鐘，有時係幾個禮拜，有一次仲係幾個月。佢哋唔係因為嬲先有咁持久嘅爭執，佢哋不斷嗌交係因為佢哋樂在其中，而且從中學到嘢。我鍾意同奧維嗌交，威爾伯話，正如你將會見到，佢哋最激烈同最長嘅一場爭論，引導佢哋重新思考某個阻止人類飛上天嘅重要假設。藍好人嘅困境，就我記憶所及，我就決心要保持和平。可能因為我中學班 friend 離棄我，可能同基因有關，可能因為我父母離婚。無論咩原因，我嘅苦惱喺心理學有個名，叫親和性。呢個係全世界最主要嘅個人特質之一。親和嘅人傾向表現和善、友善，似加拿大人。就算係最細嘅衝突，我第一個念頭都係避開。當我搭 Uber， 車上冷氣好勁嗰陣，我好難開口叫司機較細啲。我只係坐喺度，靜靜雞震，直到我啲牙開始打震。有人踩到我隻鞋嘅時候，我會為自己隻腳阻住對方條路而道歉。當學生填科目評鑑嗰陣，最常見嘅投訴之一係我太支持愚蠢嘅睇法。唔尋求他人認同嘅人傾向比較批判、多疑同埋難相處。佢哋亦比同儕更可能成為工程師同律師。衝突唔單止令佢哋自在，甚至激勵佢哋。如果你極度唔想尋求他人認同，爭論可能比友善對話更令你開心。呢種特質經常伴隨莫須有嘅罪名。唔尋求他人認同嘅人，俾人嘅刻板印象通常係成日抱怨嘅孤寒鬼，或者吸走晒會議歡樂嘅催狂魔。但係當我研究皮克斯嗰陣，最後得到一個好唔同嘅觀點。2000年，皮克斯如日中天。佢哋嘅團隊用電腦重新思考動畫嘅製作方式，完成第一部賣座片《反鬥奇兵》，而且佢哋剛推出另外2部賣座大片。但係公司嘅創辦人唔滿足於已有成就，佢哋請咗個外來導演布萊德帕德，要做啲改變。布萊德當時啱啱推出第一部電影，但係叫好唔叫座，所以佢好想做啲大膽嘅嘢。當佢提出佢嘅願景，皮克斯嘅技術高層話冇可能，佢哋需要10年時間同500萬美元嚟製作呢部片。但係布萊德完全冇諗住放棄，佢專登揾咗皮克斯入邊最唔啱 key 嘅人嚟幫手搞佢個計劃，嗰啲難相處、成日黑口黑面又成日唔滿意嘅人。有人會話佢哋係害群之馬，亦有人叫佢哋做海盜。當布萊德揾佢哋過嚟嘅時候，佢直接同佢哋講，冇人信佢哋搞得掂呢個計劃。但係短短4年之後，
佢個團隊唔單止成功整出皮克斯有史以來最複雜嘅動畫電影，仲慳咗唔少製作成本。最後，超人特工隊全球票房收咗$6.3億100萬，仲攞埋奧斯卡最佳動畫片獎。要留意布萊德冇做啲乜嘢，佢冇揾啲好好人嘅同事加入團隊。好好人嘅同事可以組成一個好正嘅支持網絡，佢哋會鼓勵我哋，同我哋打氣。但係重新思考需要另一種網絡，一個意義網絡，一班我哋相信會指出我哋盲點同埋幫我哋克服弱點嘅人。佢哋嘅角色就係要令我哋對自己嘅專業保持謙虛，懷疑自己嘅知識同埋對新觀點產生好奇，從而啟動重新思考嘅循環。理想嘅意義網絡成員係嗰啲唔會刻意討好人嘅人，因為佢哋唔怕質疑現有嘅做事方法，仲會要我哋為重新思考負責任。有研究顯示，呢啲唔會刻意討好人嘅人會更常發表意見，特別係當領導者聽唔入耳嘅時候，佢哋亦會造成更多任務衝突。佢哋就好似怪醫豪斯入邊嘅醫生，或者着住 Prada 的惡魔入邊嘅主管咁。喺我哋可能唔想聽，但係需要聽意見嘅時候，佢哋會俾到不可或缺嘅反饋。要駕馭呢啲唔會刻意討好人嘅人唔容易，但如果滿足某啲條件就會有幫助。鑽油同科技公司嘅研究顯示，只有當人哋覺得全心投入同埋受到支持嘅時候，不滿先會促進創意，而且當佢哋同同事之間有強烈連結嘅時候，文化差異先最有可能增加價值。喺布萊德帕德加入之前，皮克斯已經有鼓勵人才突破界限嘅紀錄。不過，公司之前嘅電影主角係玩具、昆蟲同怪獸，整動畫相對容易，因為要用逼真嘅人類超級英雄做主角。當時嘅電腦動畫技術根本未夠班，技術團隊對布萊德個超人特工隊構思有保留，於是佢就組成咗自己嘅意義網絡。佢支持佢嘅海盜團製造任務衝突，重新思考整個製作過程。布萊德喺皮克斯嘅劇場召集呢班海盜，同佢哋講，雖然好多公司、會計同主管可能唔信佢哋，但係佢自己信。集合大家之後，佢努力聽取佢哋嘅意見。我想要嗰啲心懷不滿嘅人，因為佢哋會有更好嘅做事方法，但係揾唔到渠道表達。布萊德同我講，就好似喺車房就撻住賽車引擎，而唔係等到上跑道先撻。你打開車房大門，話嗰班人會帶你去到某個地方。班海盜臨危不亂，為昂貴嘅技術揾到慳錢嘅替代方案，為困難嘅問題揾到簡單嘅解決方法。到要畫超人家族嘅時候，佢哋冇花九牛二虎之力去畫複雜嘅肌肉線條，而係諗到辦法用一片片簡單嘅橢圓形疊埋一齊，組成複雜嘅肌肉群。我問布萊德點樣睇出海盜嘅價值，佢同我講，因為佢自己都係其中一份子。細個嗰陣去朋友屋企食飯，朋友父母客氣咁問佢哋學校生活點樣，令佢好驚訝。布萊德屋企嘅晚飯更加似食物大戰，大家盡情發洩，爭論不休，有咩講咩。布萊德發現交換意見可能會引起爭執，但係好有趣。佢將呢種心態帶入佢喺迪士尼嘅第一份夢想工作。由最初開始，佢就受到一班迪士尼老師傅指導，要將品質放第一位。但係佢哋嘅接班人令佢好失望。呢班人而家管理公司嘅新一代，但係冇保持相同嘅標準。喺迪士尼發展動畫事業短短幾個月之後，布萊德批評資深領導人死守傳統計劃，製作唔合格嘅作品。佢哋叫佢收聲，做好自己份工。當佢拒絕嘅時候，佢哋就炒咗佢。我見過太多領導者自我保護，避開任務衝突。當佢哋掌權之後，佢哋對動搖現狀嘅說話充耳不聞，只聽奉承說話。佢哋變成政客，身邊圍住啲好好人嘅應聲蟲，更加容易受馬屁精誘惑。研究顯示，當公司表現差，中意奉承同順從嘅 CEO 會變得過度自信，佢哋會死守現有策略，而唔係改變路線，令佢哋走向失敗嘅方向。從嗰啲挑戰我哋思考過程，而唔係證實我哋結論嘅人身上，
我哋學到更多。強大嘅領導者同批評者交手，令自己變得更強；軟弱嘅領導者將批評者消音，令自己變得更弱。呢種反應唔限於有權力嘅人。雖然我哋可能同意呢個原則，但實際上我哋經常錯失異議網絡嘅價值。有實驗顯示，當人哋受到夥伴批評而唔係讚美嘅時候，佢哋要求換夥伴嘅機會多4倍。喺某啲工作場合，當員工得到同事嚴厲反饋，佢哋嘅第一反應係避開嗰啲同事，或者將對方踢出工作網絡，跟住佢哋之後1年嘅表現就會受影響。有啲組織同專業為咗抗衡呢種傾向，刻意喺自己文化入邊建立異議網絡。五角大廈同白宮有時會用名副其實嘅謀殺委員會嚟挑起任務衝突，召集務實嘅委員會嚟否決計劃同候選人。喺 Google 嘅登月工廠 X 實驗室入面，有支快速評估團隊負責評估重新思考嘅提案，工作人員做獨立評估，只推動嗰啲展現大膽又可行嘅計劃。喺科學界，異議網絡經常係同賽評審過程嘅基石。我哋匿名提交文章，然後由獨立專家盲審。我永遠唔會忘記收過一封退稿信，其中一位評審叫我返去讀亞當·格蘭特嘅作品。大佬，我咪就係亞當·格蘭特咯。我寫書嗰陣，好鍾意召集我嘅異議網絡。我揾嚟一班諗嘢最周到嘅批評者，請佢哋嚴厲批評每一章。佢哋嘅價值觀同性格都好重要。我要揾嗰啲唔會刻意討好人嘅人，一班給予者而唔係索取者。唔會刻意討好人嘅給予者，通常能夠做出最好嘅批評。佢哋嘅目的係提升作品，而唔係滿足自己自尊。佢哋唔係因為自己唔安樂而批評，佢哋係因為在乎先提出異議。佢哋俾嘅係嚴厲嘅愛。作家海明威講過，對一個好作家嚟講，最重要嘅禮物係一個內置又防震嘅該死偵測器。我嘅異議網絡就係我嘅該死偵測器。我當佢係一個正向吵架俱樂部。第一條規矩係避免態度惡劣嘅爭論。沉默係唔尊重你觀點嘅價值，同你進行文明爭論嘅能力。布萊德帕德跟住呢個原則做人。佢同佢長期合作嘅製作人約翰沃克有個出名嘅爭論。整超人特工隊嗰陣，佢哋為每個角色細節爭執，連頭髮都拗。由超人爸爸個髮際線應該後退幾多，到青春期個女嘅頭髮應唔應該又長又飄逸。布萊德有段時間想個 BB 可以變形成黏性物質，個樣似 Jet Li，但係約翰堅決唔俾，咁樣太難畫，而且進度已經落後太多。我只係想推你個終點線，約翰笑住講。我只係想我哋過到條線，老友。布萊德一拳齊落台，反駁道：我係想我哋以第一名衝過條線。最後，約翰說服布萊德放棄呢個主意，所以冇咗黏性物質。我好鍾意同約翰合作，因為佢會直接話我知壞消息。布萊德話：我哋意見不合係好事，我哋爭論到底都係好事，咁樣令成果更加強。呢啲爭吵幫布萊德贏咗2座奧斯卡，亦都令佢成為更好嘅學習者同領導者。對約翰嚟講，佢冇直接拒絕話黏性寶寶，佢只係叫布萊德等多陣。當然啦，當佢哋14年後出超人特工隊續集嘅時候，寶寶同浣熊打交，結果真係變咗黏性物質。嗰一幕可能係我見過我啲細路笑到最誇張嘅一次。唔好一味追求和諧，諗辦法解決競爭。呢個諗法其實暗藏危機，係一啲需要管理嘅風險。喺超人特工隊第1集入邊，有個叫呢可·葛林多 Nicole Grindle 嘅新晉動畫師負責頭髮模擬。佢見到約翰同布萊德喺遠處互動。當尼可加入製作續集團隊時，兩位成就非凡嘅領導者之間嘅爭拗成為佢嘅憂慮之一，因為咁樣可能會壓制其他唔敢表達意見嘅人，例如新人、內向者、女性同弱勢群體。缺乏權力或者地位嘅人，往往會轉換成政治模式，壓抑自己嘅不同意見，跟從高層嘅想法。有時佢哋為咗生存，根本冇得揀。為咗確保佢哋想得到認同嘅渴望唔會影響團隊任務衝突，
尼可鼓勵新人提出唔同諗法，有啲人直接同團隊講，有啲就揾佢傾偈同尋求支持。雖然尼可唔係海盜派，但當佢開始捍衛唔同觀點時，佢發現自己越來越敢同布萊德喺角色同對白方面唱反調。布萊德依然係當年嚟皮克斯時嗰個硬頸佬，所以你要同佢拗嘅話，就要準備好一場激烈辯論。一場好嘅辯論，重點在於點樣同點解發生。如果你睇到布萊德同佢同事爭論，或者海盜之間嘅爭執，你好快就會發現嗰種係智力上嘅緊張，而唔係情緒上嘅對立。佢哋語氣強而有力，又充滿活力，但唔係好鬥或者挑釁。佢哋唔係為反對而反對，而係因為在乎先至提出異議。無論你大聲反對定係細聲，但堅持己見。尼可解釋，我哋都係為咗共同目標，製作出色嘅電影而團結一致。近距離觀察過佢哋嘅互動後，我終於明白自己性格上嘅矛盾。點解我可以咁友善，同時又鍾意好嘅爭論？友善係追求社會和諧，而唔係認知共識。你唔需要做個唔在乎人哋點諗嘅人，先可以提出異議。雖然我好驚傷害人哋感情，但當我要反駁佢哋嘅想法時，我完全唔會退縮。事實上，同人爭論唔係唔尊重，反而係尊重嘅表現。咁樣表示我重視佢哋嘅觀點度，要提出質疑。如果佢哋嘅諗法對我嚟講唔重要，我根本唔會嘥時間。當我同某人發現互相指出對方錯誤係件樂事嘅時候，我就知道大家有默契。友善嘅人唔會永遠避開衝突，佢哋會高度適應身邊嘅人，經常調整自己去符合環境規範。我最鍾意嘅例子係同事珍妮佛 T 切特曼 Jennifer Chapman 同西格 T 巴薩德 Sigal Basar 做嘅實驗。喺合作團隊入面，友善嘅人明顯比唔在乎人哋點諗嘅人更識適應新環境，但當佢哋被分去競爭團隊時，表現就會同其他唔在乎人哋點諗嘅隊友一樣難搞。約翰同沃克同布萊德同柏德合作時就受呢種影響。約翰天性係避免衝突，喺餐廳如果侍應上錯餸，佢會靜靜食咗佢。但當我參與比自己更重要嘅事時，佢話我覺得有機會，應該話係責任，要大聲講，坦白講，爭論到底。晨早哨聲一響，我就會搏命去爭，但5點哨聲響起之後，大家就可以出去飲杯啤酒。呢種適應力喺萊特兄弟嘅關係中亦都見到。威爾伯眼中，奧維爾有個內置嘅反對網絡。眾所周知，威爾伯係極度唔在乎人哋點諗嘅人，對人哋嘅意見完全唔受影響。佢仲習慣喺人哋一提出意見就即刻反駁。奧維爾就以溫和、開朗同對批評敏感聞名，但同佢兄弟合作時，呢啲特10點鐘嘅特質好似消失晒。佢真係好識嘈。威爾伯講，有晚瞓唔着，奧維爾諗到個主意，整塊可以移動而唔係固定嘅舵。第二朝食早餐時，佢準備同威爾伯講呢個諗法前，仲同一位同事打眼色，預期威爾伯會進入反對模式，否定呢個諗法。點知威爾伯即刻睇到呢個主意嘅潛力，結果成為佢哋最重要發現之一。唔在乎人哋點諗嘅人，唔單止會挑戰我哋重新思考，仲會令友善嘅人更自在咁爭論。我哋啲脾氣差嘅同事唔會避開摩擦，而係正面迎戰。我要講明，佢哋應付到爭執，會建立規範俾我哋其他人跟。但如果我哋唔小心，一開始嘅小衝突可能會變成大打出手，咁我哋點樣避免呢種情況？嘈得勁但唔嬲。任務衝突嘅一大問題係好易變成人際衝突。頭1分鐘你仲喺度爭論感恩節火雞要落幾多調味料，下1分鐘你就發現自己大叫你最討厭。雖然萊特兄弟有一世時間摸索對方底線，但唔代表佢哋永遠冷靜。佢哋成功起飛前最後一次大分歧，就係設計螺旋槳呢個最大難題。佢哋知道冇螺旋槳飛機就飛唔起，但現有方案都唔啱用。
佢哋試咗好多方法，每次都要吵幾個鐘，仲經常大聲嗌交。呢場爭吵持續咗幾個月，兩個人輪流推銷自己方案嘅優點，批評對方觀點。最後，佢哋個妹凱薩琳威脅話，如果佢哋唔停低，佢就搬出去。但佢哋照舊吵，直到有晚，以可能係佢哋人生最激烈嘅爭吵結束。奇怪嘅係，第二朝佢哋返工時，表現到好似冇事發生過咁。佢哋繼續之前未吵完嘅螺旋槳問題，只係今次冇再嗌交。好快，佢哋就重新思考自己嘅假設，無意中達成咗最大突破之一。萊特兄弟好擅長處理冇人際衝突嘅激烈任務衝突。當佢哋提高聲量，反映嘅係激烈程度，而唔係敵意。佢哋嘅技師都話，我唔覺得佢哋真係嬲，但肯定吵得好激烈。實驗顯示，單純將爭執視為討論，而唔係意見分歧，表示你願意考慮唔同觀點同改變主意，結果會激發人哋分享更多資訊。異議感覺係針對個人同有敵意，我哋期望討論嘅係諗法，而唔係情緒。提出異議嘅時候，用我哋可以討論下嗎？開場傳達嘅信息係你想好似科學家咁思考，而唔係傳教士同檢察官，同時鼓勵對方都咁樣思考。萊特兄弟好幸運係一個將異議視為有成效同樂趣嘅家庭成長，但同人爭論嘅時候，佢哋經常要重新界定自己行為。誠實嘅爭論只係一個過程，雙方一齊指出對方眼中嘅錯誤，等大家睇得更清楚。威爾伯有次寫信俾同事咁講，因為對方經歷一場關於航空學嘅激烈爭吵之後，自尊受損。威爾伯強調呢啲唔係針對個人，佢將爭論視為考驗同磨練思考嘅機會。我知你返去舊習慣，未吵出結果就放棄。我對自己立場好堅定，但我期待喺問題解決前享受正向辯論嘅樂趣。討論會帶嚟新觀點。喺爭論螺旋槳時，萊特兄弟犯咗個常見錯誤，兩個人都堅持自己啱，對方錯。當我哋爭論點解時，我哋會對自己立場產生情感依附，同時睇低對方立場。如果我哋爭論點樣，就更大機會有正向爭論。當社會科學家問人點解支持某啲稅務、醫療或者制裁政策時，佢哋通常會更加堅信自己。但如果要求佢哋解釋呢啲政策實際點運作，或者點樣向專家說明，就會啟動重新思考循環。佢哋會注意到自己知識缺口，懷疑自己結論，變得冇咁極端，對其他選項更加好奇。心理學家發現，好多人抵擋唔到解釋深度錯覺。拎日常物品，例如單車、鋼琴或者耳機嚟講，你對呢啲嘢有幾了解？人往往高估自己嘅知識，佢哋以為自己知嘅比實際多。要求佢哋拆解結構，可以幫佢哋睇到自己嘅理解限制。單車齒輪點運作，鋼琴琴鍵點彈出音樂，耳機點將音樂由手機傳到耳仔。人會驚訝自己幾難答呢啲問題，好快意識到其實知得好少。呢個就係萊特兄弟大吵後發生嘅事。第二日朝早，萊特兄弟用唔同方法去處理螺旋槳嘅問題。奧維爾首先返到鋪頭，同師傅講佢一直都錯咗，佢哋應該跟威爾伯嘅方法去設計螺旋槳。跟住威爾伯到咗，開始檢討自己嘅諗法，覺得奧維爾可能先至啱。當佢哋轉換成科學家模式嗰陣，就冇咁集中諗點解。唔同解決方法會成功或者失敗，反而專注喺啲解決方法點樣可以成功。最後佢哋揾到雙方方法入面嘅問題，仲明白兩個人都錯晒。我哋喺呢個題目度整理出自己嘅理論，跟住即刻發現，奧維爾寫到之前整嘅所有螺旋槳都錯晒。佢興奮到大，叫佢哋嘅新設計冇問題。直到我哋有機會喺機替霍克測試之後，先至發現結果唔係咁。就算整咗更好嘅解決方案，佢哋都仲係願意重新思考。喺機替霍克，佢哋發現嗰個先至係啱嘅螺旋槳。萊特兄弟明白佢哋架飛機唔需要一個螺旋槳，佢需要兩個螺旋槳向唔同方向轉，好似旋轉翼咁運作。
呢個就係任務衝突嘅好處。喺一場精彩嘅爭論入邊，我哋嘅對手唔係陪襯品，而係螺旋槳。當兩個相同嘅螺旋槳向唔同方向轉嘅時候，我哋嘅思考就唔會困喺地面，而係會起飛。